置業大灣區睇樓揾香山好房。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山好房 Kevin。咁呢期視頻嘅話咧 ，Kevin 係再次嚟到三鄉嘅溫泉里呢個屋苑，咁同大家去分享一間兩房全新精裝嘅兩房。咁係呢個單位嘅露台，望翻出去嘅話咧，就會睇到三鄉當地嘅呢個農田景。咁下邊樓下呢一紮咧，就係三鄉嘅泉眼溫泉。咁泉眼溫泉係作為三鄉嘅兩大溫泉之一。禮拜六日或者係節假日，就好多珠海嘅街坊、澳門街坊特登揸車上嚟呢度浸溫泉。咁有啲係珠海做嘢嘅街坊朋友咧，可能會揀翻禮拜六喺呢度浸溫泉住一晚，第二日禮拜天再翻去珠海做嘢。係啦，咁而家我哋係呢個單位嘅主露台，咁呢個露台嘅話咧，左向係南向，南向。咁除咗可以睇到一部分嘅一個農田景以外嘅話咧，咁仲有一部分咧，會望到前邊嘅一個單位，同埋嘅話咧都可以睇到小區園樓。好啦，咁而家我哋俾翻鏡頭一齊入嚟睇睇呢個單位先。呢個單位係南向，睇到佢嘅通風先啊！睇睇佢嘅通風，南向嘅一個通風。而家係打開窗之後嘅一個自然風。咁通過窗紗都可以睇到咧，佢係有啲通風效果喺呢度吹緊。好啦，咁而家我哋俾翻鏡頭再睇睇佢嘅餐客廳啦。呢邊係佢嘅入戶門，兩梯三伙。總層高話咧係有去到28層，我哋依家係佢嘅一個中高層21樓嘅高度。入咗門之後咧，就會睇到佢嘅餐客廳。餐廳喺呢度，完之後咧，客廳喺呢度。餐客廳比較闊落，咁喺客廳呢度話咧，佢嘅開間係有去到3米半，咁完之後係梳化嘅後邊呢度係佢嘅廚房。咁廚房呢度入翻嚟睇睇，咁喺廚房呢度話咧就採用翻呢啲大嘅一個星盤啦，同埋魚道白嘅一個大理石，以及話咧有個可以伸縮嘅一個水龍頭，上邊有做埋啲鏡櫃，有預留埋呢個抽油煙機同埋燃氣灶嘅一個位置。咁經過廚房再出翻嚟話咧，就會睇到佢嘅呢個生活露台。生活露台係有洗衣機、熱水爐。以及嘅話咧，可以做埋啲掛衫嘅一個位置，可以俾到新嘅業主。咁而家我哋再俾翻鏡頭，再睇睇佢嘅活動空間。餐客廳同埋話咧呢邊仲有個玄關嘅位置，玄關嘅位置呢邊咧有做埋佢嘅餐邊櫃。咁呢個活動空間嘅話咧係有去到26個方間大，將近嘅話咧係280尺左右嘅一個活動空間，係保留咗呢個露台，然之後咧，做埋呢個窗紗同埋窗簾，咁其實係房間做埋窗簾嘅話咧，係大多數都會做但係如果係客廳咧，就睇翻有冇咁嘅需要自己去做埋呢個窗簾啦。咁大多數情況下咧，其實做翻一個窗紗已經夠用㗎啦大部分嘅一個單位其實已經可以用窗紗代替呢個窗簾嘅一個作用啦。咁喺電視背景牆呢度。有做埋護牆板，同埋預留咗呢啲50管咁到時嘅話咧，個電視嘅嗰啲線路咧，全部可以接埋下邊嘅電源。上邊咧係採用翻呢啲懸浮式嘅一個吊頂，同埋有做埋啲氛圍燈喺上邊咁都有做埋啲雙眼皮。好啦，咁依家我哋睇睇佢嘅玄關位置。咁玄關位置話咧，做埋呢啲餐邊櫃做埋啲儲物，可以擺鞋又得，可以儲物都得，抽屜都有。咁上邊嘅話咧，就做埋啲鏡櫃。咁呢個單位佢下邊嘅磚下邊嘅磚嘅話咧係一個拋光磚，做埋啲美縫。拋光磚係60乘以1米2嘅拋光磚。咁所以會顯得成個單位入咗嚟之後咧，會有啲光喺地上彈翻上嚟好啦，咁而家我哋睇翻佢嘅第一個客房先。呢個客房係有去到11個方，四四方方好實用。咁然之後喺呢邊咧係佢嘅窗喺呢度。而家我哋都可以俾翻鏡頭睇睇
呢個窗望翻出去嘅景又係點樣？咁呢個單位可以講係全南向全南向嘅單位，因為佢嘅兩個房間同埋兩個露台都係呢一個南向都係南向。咁其實似呢一種積嘅話咧，呢個發展商叫做四江創建，咁同三鄉嘅半山中心城、半山酒店、東城半山同埋國賓道以及個咧天悅都係同一個發展商所以可以係嗰啲屋苑嘅一個單位入邊咧，可以睇到同款嘅一個積包括係半山中心城嘅話咧，其實都可以睇到呢一種4兩房單位嘅積係可以做翻全南向嘅積。好啦，咁依家講緊咧，我哋就入到佢嘅客廁同埋佢嘅第二個房間，俾翻鏡頭睇睇佢嘅客廁先。咁客廁入嚟係比較光猛嘅，因為佢嘅窗同埋佢嘅窗邊呢啲磚以及下邊嘅磚係採用翻呢一種比較白色嘅一個搭配，所以咧就會顯得呢個客廁佢嘅一個光線會更加好啲。好啦，咁依家我哋接住落嚟會睇翻佢嘅第二個房間。第二個房間比頭先第一個房間話咧係仲大咗一個方咁同樣都係比較闊落。呢度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佢嘅飄窗咧係比較低少少嘅飄窗位置應該係有去到30公分左右嘅高度。咁依家我哋再次俾翻鏡頭睇睇佢第二個房間望翻出去景又係點樣？咁頭先咧，我哋就睇咗呢個溫泉里呢一個屋苑精裝嘅兩房單位，佢嘅房間同埋佢嘅客廳以及佢嘅廚房、生活露台，每一個地方嘅使用嘅空間同埋佢嘅景。係啦，咁呢套單位係會電梯嘅中高層，有去到21樓嘅高度。咁佢嘅一個業主掛牌價咧係66萬，就可以上車呢一個溫泉里全新精裝兩房單位，全南向嘅單位。咁呢個位置咧係比較近三鄉嘅泉眼溫泉，亦都比較近三鄉而家新搬遷過嚟嘅雅居樂新嘅一個客運站嘅位置。咁可以喺呢個雅居樂新嘅客運站可以坐到粵港直通巴同埋T91翻港珠澳大橋嘅巴士，同埋931翻珠海拱北嘅一個公交專線。咁如果係感興趣呢一個比較近珠海、比較近溫泉嘅一個精裝物業，可以私信翻嘉賓一齊到現場睇一睇。好啦，咁今期嘅分享咧就到呢度，我係香山好房Kevin，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